好多謝收聽家榮醫生話你知呢一個環節，而今堂係會講解一下魚肝油對人體嘅好處嘅，同埋會教大家做一個實驗。而家我哋市面上買到嘅魚肝油，點樣可以測試為佢係優質同埋劣質呢？優質嘅魚肝油係含有豐富嘅 Omega-3 成分嘅，包括 DHA 啦，同埋維他命 E， 同埋 EPA。而劣質嘅魚肝油對人體嘅傷害就係當你吸收咗劣質嘅魚肝油，就會影響你消化系統，甚至乎你嘅腸胃，甚至乎嚴重嘅仲會引致到十二指腸嘅出血同埋敏感嘅，所以會令到你成日肚痛。而優質嘅魚肝油，我哋可以用一個發泡膠去擠啲魚肝油落去發泡膠度。點樣證明啲魚肝油係優質同埋劣質嘅？當過咗10分鐘之後，假如你發覺塊發泡膠係有腐蝕性嘅時候，即係你市面上買到嘅魚肝油係劣質嘅，而經過家榮醫生嘅測試之後，你哋市面上買到平嘅魚肝油係含有有機溶脂呢一種成分，係大約有70% 至75%，所以建議大家唔好食用，只可以愛嚟搽落啲機器度會比較好啲。而因為呢一種有機溶脂呢一種成分係含有腐蝕性嘅，所以點解你哋會發覺你豬嘴嘅時候，個嘴嘅表面嗰一層皮會比較暗啞啲？點解女仔會成日都搽口唇？其實完全唔關化妝品事，因為現時嘅唇膏佢哋含有嘅成分已經係非常之天然啦。因為氧化嘅問題，所以導致你哋個嘴唇會比較暗啞啲。而經常飲濃度高酒精嘅人士，個嘴唇會呈現紫色。呢啲係正常嘅反應，即係話俾你聽，你嘅肝臟已經負擔得好重。如果嚴重啲嘅，真係變到好紫色嘅，仲會有酒精中毒，可以引致死亡嘅危險。所以大家而家識得揀優質嘅魚肝油同埋劣質嘅魚肝油啦。好啦，呢堂魚肝油嘅課程就講完啦。而優質嘅魚肝油唔止可以補腦之外，仲可以導致你嘅腸道暢通，仲會抑制一啲肝臟脂肪，同埋對心臟有好處，同埋可以導致血管閉塞呢一個因素產生嘅。所以而家大家識得揀優質嘅魚肝油同埋劣質嘅魚肝油啦。拜拜。